你夜晚瞓唔着，未必係壓力大，可能係你屋企嗰盞燈當而家仲係日頭。屋企裝完無主燈，朝頭早打開係4000K，夜晚打開仲係4000K。你以為只係照明，其實盞燈一直喺度向身體報錯時間。朝早明亮偏藍可以幫你進入狀態，但夜晚黑燈光應該係慢慢變暗變暖，等身體知道差唔多係時候休息啦。偏偏好多無主燈一開，成間屋又白又光，個人明明已經好累，盞燈仲同你講未天黑啊，繼續精神。所以記住呢句話，燈光唔止決定你睇得清唔清楚，仲決定你身體以為而家係幾點。真正舒服嘅燈光應該同時間行，朝早明亮偏冷，夜晚柔和偏暖，半夜起身就用低亮度嘅微光。呢個先係可調色溫同智能燈嘅真正嘅價值，唔係玩氣氛，而係讓屋企配合你嘅作息。你屋企朝早同夜晚仲係同一種光？評論區打1，識得自動轉升溫就打2。